咱是安怎爱清？有垃圾，有垃圾爱清。无咱该无条阮无条一个一定要来清。咱会想要去清，会做清的这个动作，就是因为咱人有垃圾，咱看到垃圾，所以爱家清。所以呢，要清就是因为有垃圾、污染、尘埃，卡伫遐咱看卖，太多啦，我爱起来清一下，敢是安尼？咱若看到有垃圾，咱就去家清；咱若看到涂骹有垃圾，咱才去甲扫，去甲扫起来。若看到迄玻璃有啊有手印伫遐，咱敢会摕布仔来甲清？会嘛咱若要开车，咱个车顶环头，迄鸟仔屎，咱敢会去甲清？是啊，因为咱个咱个车逐工就你清了，我加工起来就是个鸟仔屎伫遐，就爱伫个车顶放伫遐啦所以讲咱看到，咱可能放互安尼无去插，应该袂啦正常的人，大部分的人，咱来看到的就去甲清掉嘛因为垃圾咱看到，心情会好还是无好？应该是无好啦。到人就爱垃圾的，应该是无啦咱大个人，大部分的人拢较介意清气啦若看垃圾出乱的，咱一定要看到就压在啦心情就无好，这是正常啦所以正常人拢介意清气的，介意的清新的一个环境垃圾、污秽、尘埃，咱就不舒服。甚至讲即摆足侪人体是种过敏，迄人空气较歹的边才去过敏来，才去拍下水瓶水迄尘螨迄就是污染。迄污染垃圾对咱皮肤不好，咱嘛感觉不舒服，所以咱会想办法，环境清洁，空气清新，所以即摆就是空气清新机就是叫咱空气较清洁较有这个污染。所以你甲看起来，大部分的人正常的人拢是较介意清洁环境，咱会当会想办法，互咱的身躯清洁，互咱的环境清洁，互咱所用的物件清洁，互咱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清洁的。但是咱看袂到的，咱看袂到的所在有垃圾，咱拢无人管的，迄是啥物所在咱知？咱的心嘛，咱拢向外看会到的所在有垃圾有尘埃，咱就想办法清洁。但是咱的内心有垃圾有尘埃，咱放嘛，拢无去家清，无去家洗，咱的尘埃头偌济，咱敢知？外口的环境，垃圾污染，咱就身躯就艰苦无舒服咱内在污染，咱敢袂艰苦？对真诶，咱心中有灰尘有污染，咱会啥物感觉？咱内在污染是啥？烦恼梦想咱的贪嗔痴咱遮有无吗？如果讲咱心内底拢带些烦恼、梦想、贪嗔痴，咱敢会快活？绝对袂快活。烦就烦死我有够烦的啦！咱人咧烦的时阵由头到面咱讲迄叫做苦瓜面咧烦就袂快活。咱既然外在，咱会想要互清气，咱内在，咱若拢无想讲爱甲咱内在遮粪扫、遮污染来去除。所以咱看较早圣人通红咱若有读过大汉就咱通红有一首名句叫做“故日心，日日心，夜日心”，叫做汤汁盘米什么叫做盘米？就是讲咱通红汤王伊家即首故日心，日日心，夜日心，家写伫倒？写伫咧洗身躯的面盆逐工咧洗身躯的时阵就看会着啦，即个面盆叫做汤盘洗身躯的时阵就爱想讲，我毋是身躯爱洗互清气，我即个心嘛爱甲洗互清气。咱过真侪，咱敢有逐工洗身躯？有咱敢有逐工咧洗手？那个语文毋敢应咧洗身躯时阵，咱想讲，我今仔日爱反省一下，我今仔日心好心还是歹心？我有讲好还是讲歹？迄拢爱洗的，其实我逐工洗，所以即摆开始。当然咱咧洗身躯的时阵
吼，要甲咱这外在先来洗好清洁的时阵，咱先做甲咱内在，甲咱内在这心，爱甲洗好清洁，吼，啊咯。所以讲，清的目的，咱因为有垃圾，所以要甲伊清，所以咱清的目的是啥物？对啦吼，啊，就对，因为垃圾要清，所以清就是要甲垃圾去互变清气，所以清的目的就是要互变清气嘛吼，恢复伊本来，恢复伊本来遐尔清气，恢复伊本来无污染的这个原因嘛。咱是今仔要讲，是讲外在，是要讲咱这个心。咱本来的心，咱本来的心是清洁垃圾的。每一个人的本身拢是清洁。咱看囡仔，每一个囡仔都生出来是足天真的，足无水的，一点仔污染都无，这叫做恰入其心。伊的心是无污染，伊的心是上界单纯、上海清洁的，一点仔分别、一点仔染欲都无。但是呢，现在愈来愈大汉，年纪愈来愈有，学习愈来愈悬。咱的污染还愈来愈多，咱这单纯的心都无去，咱的心愈变愈复杂，污染愈来愈多。所以讲咱了解了来透过这修行的这过程，把咱这个污染的心慢慢恢复过来。你那遐单纯恰入其心，这是咱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啦吼。所以讲爱恢复本来，咱的心本来大家拢做认同。每一个人的心本来就清洁，就清净的吼。本来嘛是垃圾的，你咧回复到这里，你回复就是垃圾的吼。咱因为咱是清净，所以信里面讲性本身，咱的本性是善，就是无污染的纯生无污的所以讲清的目的就是恢复本来清净无污染的这无因因果。所以讲咱爱逐工扫，逐工清。各位知影咱敢有咧扫涂骹？有啦扫，敢有逐工扫涂骹？袂歹，咱看本来逐工扫涂骹啊，反正我靠逐工扫涂骹，咱现在是因为咱现在毋是遐过咱咧是啦咱较早古早细年就咧甲因讲逐工爱扫涂骹。他记得朱子治家格言讲：“黎明即起。”讲得好清楚啊吼！一透早起来就爱扫涂骹啦，要甲环境扫好清理性嘛，讲扫，第一件就就是爱扫，扫外口，内底嘛爱扫啦吼。咱拢平淡咱咧时拢是笑口，拢无用，其他其他拢感觉无用，是种来笑口，其实是咱平淡。是咱平常是咱无用的吼，所以讲，即摆人最厉害的，依附即摆的人觉得我无用你做一寡代志拢无心肝啊，所以人咱人嘛愈平淡啦咱就会愈想空想要想咱人莫所以咱就咱会当完成这个项目，所以即摆科技的发展，爱贡献上介大是啥？咱平淡啦。因为咱是平淡就无要做遐工作，就想办法去机械去咱做所以即摆连扫涂骹都毋免扫咧，去扫地机器人你来扫甲好势，咱拢扫。所以讲外在拢有咱家己，但是咱的心无咱家己啦。各位真就甲咱讲咱扫涂骹，较本来扫涂骹会先问咱要清。有的人感觉讲无可能，扫涂骹哪会成稳？那有的人会扫涂骹会成稳，因为全世界从至今就是有一个人比扫涂骹扫到成稳的。咱知啥物人？周立凯特啦无听过周立凯特这个人，请举手。了解，无听过周立凯特，非常好这是咱就咱就上上欢喜这个有举手的因为有举手，咱就较有机会。若讲无人举手，咱就较无免讲
伊扫涂骹扫到身躯全世界这个人，这人叫做周利盘特哦，周利盘特。那周利盘特是啥物人？伊是咱分道的一个地主，分道的地主，对是世主是有去修炼的。那周利盘特是啥物款的人？伊是一个有够讲的人，非常非常的有讲，在座无一个人比伊佫较讲。讲到啥物程度，咱刚才咱感觉一定不可思议的啦吼！伊讲到咱即摆来讲一句话，伊讲吼，你拄则讲啥？讲这个咱有到这程度，嘛吼，咱着较个记住到摆，但是咱礼拜嘛，摆到这个程度啦吼。咱嘛爱经过一段时间的吼，是讲无是讲几点钟的时间开会，但是伊无咧几秒钟的时间吼，马上就已经变去吼。袂记你拄则甲伊讲啥，所以头壳有够歹，学袂会，教袂会啦。所有的交你做咧受训的人，教到屁面的，各位在谈咱来想看卖啊，就讲咱的导师，即咱教过一个导师是做你谈的，你甲讲一句，当然是袂记的。咱的耐心会咱用看。咱现在家己是讲，哦，这个吼，教无两句，我咧训练就来了，然后这无理会就行起来，我无你讲，你莫学啊，教袂会，可能就屁面啊。所以讲，香港对周立盘特的吼，讲重点住了吼。到尾甲咱讲好来啦，我甲你讲，你也是莫来阮，莫来甲阮做咧学习啦吼，叫你做是输赢的吼，就是够变强的咧。所以到尾甲阮赶出去，赶出去啦，我无爱叫你做伙啦，无爱叫你做装修啦，下面。还有赶出去吼，就可能就赶出去，无得去啊，就坐伫树骹底遐哭啦。到这时阵分道经过啊，你是在咧后来吼，我迄个无人去甲我讲，我想赶出来，有人去甲我做咧修行啊吼，就嘛袂要紧啊，咱知影分足自己的啦，伊无爱甲你教，我甲你教，所以分道心心教，所以他就教，我来，我甲你教，扫帚便伊，你即摆咧吼，逐工所做的工就是扫涂骹。咱所有的，咱的法律所有的头壳拢互你扫，扫涂骹，你记啥？记4字，扫尘除垢，记4字就好啊。你够简单，对的，够简单。如果讲坐火车来讲，来，你即摆修行啊，你只要记4字，逐工扫涂骹就好啊。咁好，有够简单，你个当学会，大家听着我袂讲安做啊，太简单了嘛吼。我们学嘞，我只扫涂骹，够轻松嘞。咱知影所以看，那个记是记偌久嘞？记有够久的呢，这边个袂记，个去问，袂记个去问呢。后来你扫涂骹扫起来，你煞袂记啊？那就可能哦，要记记有够久的，就逐工咧扫涂骹，扫。记4字扫涂骹，尼了，其他拢免做哦。到尾啊！开幕的，扫到开幕的，不可思议吼！安尼看，各位在场，咱大家拢讲好咯。即摆甲咱讲叫咱记4字，大家扫涂骹，咱拢讲好咯。各位在场，等于情况安尼嘛，咱刚会开幕。咱扫到开幕啦，就就知影伊开幕啦。迄当时呢，迄个两款吼，一款叫做 BQ， 一款叫做 BQ2吼。BQ 是天的 ，BQ2是坤的。那迄阵的坤道要下口无简单啦。BQ2要听着坤道讲说法都无可能啦吼。迄阵咧甲 BQ2说法拢是坤道较严的，去甲 BQ2说法。有时间坤道就讲，明仔载做你谈特你去说法，所有人听着，老师你看讲毋对，你讲毋是做你谈特吗？无就是做你谈特啦。讲不可思议，一个遮尔啊高的人，你咧叫伊去说法，但是老师已经开除了，大家哪甲放过？因为这是，即阵BQ2听着讲明仔载所有谈特要来说法，可能就要混做。你叫一个遮尔啊高的人要来甲我说法，有可能啊？大家讲不可思议吼，无可能啊！我混做头壳是歹势啊，然后歹势戆戆的来。但是无法度，老师讲咱只好接受，所以大家拢是抱着迄种吼。亲切态度来迎接明仔载到来吼。
讲到嘛吼，啊，所以反正伊接到礼物嘛是爱去讲啊，啊来到2000年头前吼，啊要开始选咯，开始讲一个完成，啊选过出来就吼，拢毋当讲出来的，啊你直接讲的啦，啊你就来要哪个，所以在那个情况下，如果是咱啊，咱拢毋捌听过讲啦，咱讲过就你用，你不要讲就你那个错。会啦吼，但是咱听我袂错啦。爱是咧讲啥？你讲啥物道理？其实伊无啥物道理嘛，讲伊想想，伊无啥物道理嘛，讲伊会当讲至少无啱好，因为伊就是至少成足够俩嘛，爱的这少头家，啊少头家就讲少头家的道理，伊就讲哪讲吼，我逐工咧少头家，混着叫我少头家，啊叫我讲少成足够啊，我就咧想啊，成是什么，够是什么啦吼，啊少头家就发觉讲吼。诚就是我内心的诚，我内心的定，我内心的果。外心穷我有我，穷我外。细主是要叫我扫的，就是叫我扫我内心的定果。咱看，人扫涂骹是扫外口的涂骹，扫外口的树叶。人伊扫到尾啊是扫因内心，伊知影爱扫到伊的内心，是扫外口。咱叫咱家己想，若叫咱其他来扫，吼，可能大家拢扫外口，拢袂想去扫内底。咱所以谈课到尾会知讲，咱摸到了原来老师咧叫伊扫的，照着有形上的因果，其实是要影响着伊内在这无形的因果，真正是要叫伊扫内在这因果。所以呢，会讲伊咧扫的时候，就讲消息法，愤怒消息法。不管消息法吼，大家咧扫，然后要家己内底迄个有愤吼，不管怎么来扫除，我扫，我逐工不管吼，也扫就安尼扫，但是不管我安怎扫，这点赶快扫袂煞，我一直飞起来，咱老扫过头摆知吼，迄扫过迄是为什么会飞起来？迄若无顶头就是无扫过头吧？后来咱扫迄顶头一直飞起来啦吼，一直飞起来。讲吼，我咧扫外口是一直飞起来，我内心咧定条讲嘛一直飞起来呢。啊，你变啊，不但是点点无代志，伊看了，啊，你甲扫，你若全部都飞甲硬碰吼，哦，比无扫较惨吼。啊，我那边我愈扫伊愈硬呀，要放弃，要放弃，就是对。就算讲吼，遐苹果扫袂完，我赶快爱扫，就是因为扫袂完，我才爱扫。对的，就是因为扫袂完才爱扫，这种信念，这种坚持。所以才讲，伊只是做到安尼，他做得到的就做得到，就是因为扫袂了，所以我硬来爱拍拼扫。对真的，这个情况啊，如果是咱给他家己想哦，我若是来给他吼，永远拢扫袂了，两万四。咱给他讲，我安怎扫就是扫袂了，我放弃，我一定得爱扫，因为扫袂煞嘛。没有扫完的一天，真的放弃。但是周一谈很压力，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扫完的一天，所以我才要坚持到最后。参加呢，啊，咱放弃来坚持啊，所以放弃的这反复坚持这个过程，就差在这里。所以周一谈得到就离开，一起做离开。伊成功嘛，但是伊是安那会行？因为他坚持，因为伊有信心，伊坚持，伊做到时时刻刻是在这个道，所以到最后咱开光。啊，咱每一个人在座每一个人，咱拢比做一盘更强，无人像伊遐尔好。啊，遮尔讲的人拢会当开光成功，啊，咱比较跳到讲咱拢无法成功。绝对袂使。你看得到，对，顶的愿不愿意下功夫？敢不敢下去？才有一定的行，然后，所以讲，所以谈到最后，一个老下一首给，老下一首，就是咱周立盘特别收起来，就是少心力了吼。咱过一阵子吼，咱做一个。了一遍哦，啊，伊咧聊讲伊会较好聊吼，所以咱做伙来聊一遍。扫地，扫地，扫心地，
心地不少空少地，人人若把心地扫，无明烦恼皆远离。扫地扫地扫心地，心地不扫空扫地。人人若把心地扫，人我高山变平地。扫地扫地扫心地，心地不扫空扫地。人人若把心地扫，世间皆成清净地。扫地扫地扫心地，心地不扫空扫地。人人若把心地扫，朵朵莲花开心地。所以后摆吼，咱等于扫落海时阵吼，爱去扫地扫地爱扫心地，爱扫好咱的心地啦吼，甲咱的心的污染来扫清去了，咱的无明、咱的烦恼就无去啊。吼，你继续来扫去吼，咱就无迄个分别计较，所以人我高山就会变平地，大家拢是平等的。大家拢平等的世间就变成清净地啊吼，朵朵莲花就会开心地，咱心内大家拢规个堆啊啦。所以讲后摆咧扫的时阵，通只扫外口，内底的心地平安，爱家己扫的清净吼。所以讲咱即马。做伙来听一条扫心地。
所以反正是就单纯的一个人，所以咱个看写出来基本就简单的，哦，就简单的，啊，大家看拢知意思，啊，但是咱哪个会家己体会，那就有意思啦，吼啊。其实修行嘛就简单，就简单，吼啊，互咱的心愈单纯就愈好啊，这个愈会有困难。所以咱有法甲讲话，咱即马，想法愈单纯，吼，愈简单，敢若想要变成囡仔安尼，吼，甲伊容易。变咱愈快乐啊！咱修行修到最后就是讲快乐的修行人，愈修愈快乐。咱若愈修愈痛苦，咱就修唔对个呀。修行者你是愈修愈快乐的，因为咱咧恢复下注心，咱看到一个囡仔就痛苦的，大囡仔嘛就快乐的啊。所以咱愈修愈快乐，咱大家我大家都最快乐的，咱安就较容易。哦，咱这行啊，咱这变行开头嘛吼。所以讲咱老师在来讲，讲咱较早拄对理天落来的时阵，咱的生活嘛，拢是清清气气的吼，是点仔暂时嘛无烦恼、无痛苦。但是来到人间了，却有遐尔啊侪物件在咱的心上，所以啊，咱即马爱家己放倒来清理清气吼，把垃圾的物件甲洗互掉，即个当回互咱本来的面目。咱到底是拍啥物垃圾吼，咱的污点有偌高吼，咱家己知。别人毋知啦。因为咱的心吼，咱家己就看无啥清楚啊，别人较有可能看会着啦吼。所以讲咱家己爱好好去家看，咱到底看偌济垃圾吼，看偌济污染，因咱偌济吼，咱家己爱好好去家己拔起来洗洗清清的吼，咱透过咱家己。所以讲修行无人会当替咱修，吼，改变脾气毛病无人会当替咱改，无人当替咱去啦，所以讲讲修讲定，就修讲定。大家当配，无人当配啊，吼，人配咧食饭，咱当会饱，袂嘛吼，人配咱可能当会饱，袂啊吼，所以讲配拢是爱家己做啦，所以别人妈都配咱修啦，好，安尼咱拢知影讲吼，咱大家即摆修行就是爱甲咱心内的垃圾，是爱家己去除，爱家己去清净，咱内底的爱吼，咱爱透过咱好好去。安尼你家己事情爱有方法，讲遮济，讲对我嘛知啊，我就足济，下足济真爱，有足济垃圾的啊，但是咱生活哪毋知嘛，所以讲咱会通诶，简单吼，透过咱即摆诶心情吼，咱培养几个方法，互咱等于好好爱试，吼，第一个就是爱透过智慧关照，吼，咱内心诶真爱爱透过智慧来关照，咱拢无用看吼。看是咱目睭咧看，咱目睭看外口的形形色色的物件，佫会真正咱目睭甲咱看咱的心，倒一个看着你的心，互咱看着，互咱来拜师一下。目睭看袂着咱家己的心嘛，吼，咱目睭看着是看着外在，外在的形形色色咱看会着，内在即个无形的即个心，咱是看袂着的吼。所以讲爱透过关照，用关的，所以我在看无片，在看内心，你一定爱透过关，爱用关照的讲，所以什么叫咱用看，叫爱关照。要咱关照，不是用目睭去关照，目睭看袂着，爱用咱的智慧来关照。咱大家人拢有智慧，咱嘛想讲咱无，嘛想讲咱无读册，咱中国嘛有读册。有个无读册巴黎的，但是嘛智慧非常高。所以智慧毋是讲咱读偌济册，毋是讲吼咱学习有偌悬，无关系。智慧每一个人拢具足，每一个人具足的所以就说甲咱讲吼，自信吼，可能自信本自具足，咱大家本来就具足的吼，所以智慧每一个人都爱，是安咱讲。咱拢无智慧做代志，无智慧，分配代志无智慧，因咱无甲提出来，是咱无提出来本来就有诶，所以讲咱即马爱想办法把咱的智慧配出来啦吼。所以咱叫做嘛，讲烦恼安配着上师协为力，咱人的烦恼，各位人咱的烦恼，会啦吼，有诶人烦恼足济吼，有诶人吼较无烦恼。但是囡仔较有烦恼，囡仔有烦恼的，囡仔烦恼最可惜，囡
囡仔玩乐吼，无人去佚佗。你若看囡仔感觉有玩乐啦，啊，咱大人去卖讲，咱玩乐就这样吼。啊，玩乐起起来就是要安怎？互老人真侪人讲，哦，我即摆最近有够烦的啦，我逐个我遮烦甲我用要活袂落去啊，我真诶，不过我有人来甲讲，咱是爱来开导，啊，咱怎安怎甲开导？哎呀，你莫想遐济啦，烦恼无效，你甲放下啦。哦，莫来想啦，迄代志你莫来想，你莫想着无烦恼啊，吼，你甲放下吼。咱是拢爱咧讲，叫爱放下，叫伊莫去想。为人人烦恼，叫咱莫想，敢有可能？就两个可能，可能。我足烦，叫咱莫去甲想烦恼，愈想愈重。烦恼叫咱莫去想，咱就愈想愈济，啊，就是安怎啊，才会困袂去。迄种个困袂去的吼，有迄心理痛苦的吼，迄人无心理的人，无法度去体会迄心理的痛苦。迄就是困袂去的艰苦吼，只有困袂去的人才有法度去体会。咱咁样子，迄人困袂去吼，困袂去偌艰苦，咱讲咱。困袂去就艰苦，真正就艰苦的，咱听下就理解困袂去。啊，你莫想啊，你要困，爱困就去困啊！你想甲一个创啥？我嘛知啊，我足爱困的，我嘛就着吼8年几后，已经爱困到嘛，就要7年几后，但是吼倒了，代志就直直来，直直来。爱莫想，你莫再想着无代志，你莫即个问题，啊，我无要想诶。我嘛无想要来想啊，但是家己来啊，家己来，啊，真是困袂去啊。所以人讲吼，你愈莫去来想哦，愈莫想啊，就愈多，就生愈多啦。所以烦恼，毋是讲你莫来想，你就袂烦恼啦。啊，那怎样？烦恼来要安怎？叫我袂使莫去来想啊，因为我愈莫去来想，就愈多啊。啊，你烦恼来要安怎？有时候来讲，烦恼来爱靠对地位去解脱，所以爱上思行为力。烦恼的可比讲咱即马数学科学的学经内底，对人来咱烦恼的时阵，咱敢对我，吼，咱做艰苦的烦恼的时阵做压榨的，可比人生是无共的，有迄个感觉无？哦，人生是无共，我看无公平，一点仔公平都无，我看着无一点仔希望，我就艰苦，我就烦恼。啊，这时阵呢，处在黑暗当中，要破除黑暗，幸福的只有啥？光啊，只有光啊。啊，什么是光？就是智慧。所以有时候智如日，慧如光啊，吼，智就可比是太阳，啊，慧就敢若是月亮共款，代表着光明。啊，所以讲在黑暗当中只有光明，咱打破、拍除这黑暗。所以讲吼，一点点如千里暗，啊，一滴灵破万年雾啊。更较高的人吼，只要智慧进来，只要智慧一拍对，马上变形，吼，马上迄雾就无去，就是所以排好人款，开门见山了，迄雾气都无去，啊，马上会当算法，讲出来道理拢是开门见山。所以讲，每一个人吼，只要智慧拍对，迄有时烦恼马上就无去啊。所以要破除烦恼，无其他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真主人当家做主啊。咱主人讲倒来啊，主人做主，智慧就开，智慧若生出来了，烦恼就无出来。主人爱请人，吼，嘛搁互咱这个有餐做主，咱主人做主啦吼。所以咱古早迄当时，咱拄则有来讲，古早要叫所谓地主当去啥价，吼，啥价分换时阵啊，伊就讲出来，伊讲逆电国体主产地为处处分析，发这之心。因大家当去用心要写价的时阵来讲，讲你写要写即首价呢，必须爱看你家己的智慧，啊，你的智慧伫倒，你的智慧在你分析发这之心。讲你爱自行摕出来，自行摕出来所显露出来，这智慧所写出来，
计才是开五计。啊，咱新秀来出现，咱无法度写出开五计是个计，因为呢，伊再三思虑，伊要写计进前，伊就丢，我要写，我唔写，但是伫遐背，伫遐咧分要初想，迄个已经失去了上简单纯的分析，所以写出来计就无计。如果讲你当时像咱着做，敢有想无呢？伊是听着我嘛有在咧写，当下马上所显露出来，迄个是自然显露出来即个地位。啊，新秀在这个是军贵一系的作用，你要被在出现，所以差别一下。啊，所以讲咱的地位要显露出来，你得爱主席，这个爱是咱的金主人爱好的东拉这主，咱这个地位才会开。啊，地位提出来了，欢乐主人的东西，就主人了，主人的东西。唔免讲我要碰他，碰他，然后结婚。地位什么？主人欢乐的东西。所以欢乐就普遍，现实的，普遍就是咱的地位嘛，地位是来欢乐的。啊，所以讲啊，第二个嘛，就是爱但用初心。爱用咱即个心，咱即个心毋是咱讲啊，即个分别的心，即个心是咱即个自性本来迄个心啊吼，就是咱叫做讲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初心不要先分。要用的迄个心是咱本来迄个直心，直心嘛吼，是迄个换迄个心，换的心是人心，啊人心就分别，就计啊初想吼，就分析吼。分下义无下义，吼，就是分别的。但是咱的直心就是咱的核心，看众生拢平等，是咱看众生拢平等，因为看每一个人本性，大家本性拢是啊，所以众生是平等。咱当时咱看出拢众生，看出拢有分明，咱用咱的人心去感受。用人心去看，就是讲看人心，人心就是有善恶啊，人心就是有好歹啊，所以咱就分好人、歹人、善人、恶人，我介意，我无介意，咱分别，所以咱看出去拢袂平等，因为咱用人心去看，本看出来拢平等，因为用核心去来看，所以什么人讲，有什么人讲，咱一定爱用咱迄个分析，用咱这个分析，咱哪怕都用平心出。分析来看，世界的一切，还是讲反正无错的啊。咱当然咱就清净，所以是咱讲吼，咱来我如果愈清净，表示吼，咱的自性在起用，吼，咱的自性，咱的心啊，就是甲会变分析，所以爱定咱这个心啊。所以讲咱这个心就是爱互伊清净，吼，但净本心，主着色，主着无，主着定，用无量为善来提。你来讲，咱老法就用咱这个心嘛吼，咱这个主人做主，还有咱这个直心，有咱这个真心去做主吼。咱真实的，咱当家做事，咱的绿色出着无？绿色，吼，咱的眼耳鼻舌出去吼，出去吼，帮助吼，眼耳鼻舌身出着文吼，出去了，在着平内底就是声香触法，拄着遮个见。你就会叫念着，咱会烦恼的无少就是咱拢念着，目睭出去看着，吼，看着即项物件，看着囝仔衫有够水，吼，或者看着囝仔衫有够水，这若穿伫我的身上有偌好，动即个心吼，叫囝仔衫来摕着来，调的啦，调的安怎？摕钱来消灾咯，甲买着啦，你若无买着来无钱。无钱通好买吼，就是开始想吼，困袂去，食着困袂去。你那衫吼，我若有去买，去买去，若买去，我就无法度穿吼，就免想，烦恼就来。有的人呢，吼，就是看到这项物件，吼，有够好食吼，我听人讲即摆啥物物件有够好食吼，你若一世人无食着，你会后悔吼。吼，为着要食即项好食的物件呢吼，咱若有看过迄个讲吼，迄蛋糕有好食人。可以之类，你代表一定好多些。有呢，真足侪呢，足侪即个人吼，他都有好食的美食吼，听着吼，
吼，伊个找时间吼，就一直买去食。咱就按落咧动作吼，咱若看伊个 FB 吼，大家若看伊个IG 啥，po 出来都拢是食，拢奇怪，按太大不是吼。我人去出国，出国伊讲伊出国的目的就是去食好食。为了美食出国嘞，为了要食迄项物件，吼，伊就出国去，为了要食迄项物件。咱讲要食听是吼，那一下下而已，下了无停的哈。就那一小段时间的你处的这贵的喝价的，按照比较都赶快，都一样的哦。啊，就是为了这几分钟的口腹之欲啊，啊，这样用尽心意计较吼。啊，若食袂着就艰苦嘞，吼，就是看你讲吼，一直要想办法要去，想尽办法，就是为了要满足别人家这个梦。啊，咱看，咱若是伫倒，是咱就调伫倒哦，吼，爱衫就调伫衫，爱车就调伫车，爱手机就调伫手机啊，啊，爱食就调伫食。啊，你若有所低调，有所叫你出去，看着你就调的啦。有人设计吼，设到个公司吼，有人设出来就空空，OK。啊，有人出来好是一车满满，几物件，啊是咱平平咧设计啦吼，啊是咱画人咱空空出来，啊画人你着爱满载而归，你若好都空空出来。尤其咱若去看迄台人的老师吼，你若看迄些老师都奇怪钱拢免，迄物件拢免钱，迄大家拢一车满满，规天，大家拢开车满满，拢想讲迄哪有免钱，换你听。啊，当迄个空手出来吼，人拢讲这些人有够厉害，应该有够好玩的啦。伊个无想着因，无想着诱惑啊，像咱现在什么，啊想要买啥物物件，要想要买一项物件，就是这项物件。一些考试都出来后来钱，就穷苦，那个咱力量伤济啊，咱受不了诱惑啊。所以苏格拉底就是哦，咱知影苏格拉底就是西方的孔子嘛吼，伊有一人叫伊学心理设计啊，设计啊吼，台湾啊，设计咧爱设计吼，吼，讲好，迄下好，哦，迄个厝边逐项看着都最新奇的吼，哦，迄个咱买来偌好的哦。咱设计是拢安尼说，吼，有搞好，还是要出什么新的物件，看搞好的吼，啊，是无钱的，迄若有钱，才通当买得来。说是抓转来，啊，苏格拉底就讲，我即摆说是抓过转来，我通发觉讲吼，原来我无需要有遮济，哎，各位真的，咱设计好，原来我欠的物件遮济，哎，真是种心境。是原来我无需要物件是遮尔啊济，是讲原来我欠物件遮尔啊济。啊，你我查了啥？所以咱来看，无力量的，伊出去，伊一点仔影响都无。啊，但是咱若有介意什么物件吼，咱着先处着问在着人当中，咱着力量大，咱这个心就无法度遮住。所以甲咱讲爱静心，有咱这个心吼，咱这个心清净，互咱这个心愈清净愈无力量，你着袂互遮流产看你。哦，你着袂互来。有可能，有可能，咱做会到，做会到。各位真咱感觉奇怪吼，当咱咧想一件代志，想到足专心的时阵，哪里甲咱学咱会知？有无？有吼，想代志想到边人看我大声吼，咱拢无听着，有无吼？啊，人口咧叫，声无，啊声咱无听着，声咱无听着。因为咱心都无伫遐嘛，所以咱得咱体会讲是安怎现年，甲咱讲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视而不知其味。因为咱心无伫遐，咱就听袂着，看袂着，了无伫个，有可能。啊，所以讲，你做到这，敢有可能？有可能。咱看咱这心性，用下工夫在咱的心就做会到，咱就袂互外在迄个。你是做会到哦，因为咱大家是种经验，确实只要咱用心去处，细心去处，咱就会有外靠来有。所以这是做得到的。所以咱爱定定迄个，在咱的心里头可以发挥，咱的就是咱的外在的一切对我们没有任
修炼爱看家己的心，咱的心靠意爱一观。回到咱家己观点吼，咱的好内面吼，爱对家己的心开始点点唤醒，真正修炼是对回应合应，咱家内心爱家己扫啦，爱家己扫，所以家己爱转来看咱的心啊，别人无法度替咱做，看咱家己吼。所以爱好好用咱这心，好好在咱的心地上平衡去平衡，所以修道修心，真是拢无离开咱这个心啊。所以时间就要到吼，时间要到这边，咱来听一首歌吼。两位，即摆这个新的歌嘛，伊拢诚好听，虽然是留言我人听过，但是这首歌非常有意思，咱好好去体会内底意境。内底老师要甲咱讲的意思非常有深哦。不管咱是样是怎样子，咱好好去体会内底意思哦。
去讲这个天后了哈。今晚老师讲你们是天后还是公主？很多人有公主病啊，然后拿公主病到台湾公主病结束哈。讲基本公主病已经生得变天后病、太座病，